吗？我做过健身教练。哇，好壮哦！难怪工作人员今天好像很凶的感觉。哦，妹妹，你的这个拿法会掉吧？妹妹，其实你也很怕，对不对？被发现了。比较走得行吗？这个可以吃吗？不要再逼逼了。哦，好好吃哦！阿婆在家里那个玉婷妹让用下天手做出来的嘛。虽然你无很地就无做啊，很地就无做啦。阿婆，我再讲一次，给她留一点这个颜面。忙搞男朋友，忙家娘。哎呀，中油温就做的，比如啲中油吗？95加满的意思。对。阿婆，你煮出来会变气死吗？其实你是还记得饭后会有加咯。还是常常被孙子孙女气死。哎，对。好慢的，好慢的。Hello， 各位天司機前面廣東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薯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白強。來到你呢啲銅鑼，銅鑼吼，其實凍到好高好料啊！等一下吼，裏邊咪讓我慢慢燒解一下。好，冇問題。先來分享到呢叫乜嘢評審欣賞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錢玉芳起司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妹，大家好。起司鳳你好。哦，摸嘅飛搭皮毛，好啦，然後10號攞嚟燒解係盧準備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好，來分享到給咩產水站，我們這邊是祖孫檔哦。阿婆老孫，你聽下來，分享到春蘭記老玉婷。哇，歡迎！哎，玉婷還沒上百元來個，他是當我們的達人，要拜阿婆有喊呢。哇！而且我還記得有玉婷上百有本嘅調到。他介紹瓜對不對？瓜係嘛？冬瓜啦。冬瓜，這期要拜阿婆有來冬天哈。好，先來歡迎男隊，等下再慢慢聊。3號來哦，咱水今年厲害咯，可能係民主嘅最愛哦。哎，3號來分享到係兄弟檔，翁家好老翁家如。哇！來，健身教練嗎？我做過健身教練。哇，好壯哦，難怪工作人員今天好像很兇的感覺。哦，一直走來走去看這樣子。對啊。你下走嘅體路係乜嘅？現在做的。準備要然後開店，然後做偏檔。哇！這麼好像會不會有點浪費啊？中餐廚師嘛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們用來雞肉。好大，我借去比一下，去比一下。你的大腿可能才比。哎，我覺得跟我的頭差不多了。哎，他真的好厲害。哎，不看太久了。哎，叫乜嘢？因為阿婆有喊哈，阿婆平常都喺中田係嘛？係啊。港中。對呀。哦，送拜孫表現到當好呢。啊，到銅鑼嘅後邊有乜嘅好教嘅好細老太講一下。同學咧，加波卡附近咧有炮仗花步道。我知道，王美都給導邊 keep 胸。可是剛才說銅鑼有什麼好風景？我覺得就在藍隊。就在藍隊是不是？不過我們家大中哦，我覺得會讓你不專心。我還好。也還好，是不是？我還好，因為我有先生啦。哦，那你走的款來降下火，有嗎？瞬間。沒有，我沒有結婚，我跟他解釋一下。結婚啊？你兩歲就結婚了嗎？有嘞。OK，來，馬上專心主持，專心。第一道料理是什麼呢？請給我款係嗎？沒有啦。先問一下，就是呢度吼，銅鑼兩片哦，要買嘅做好食嘅、好舊嘅東西做啲老大家講哦。客家太原呢度有嘅客家古早的房屋建築，啊，這邊有公園做得行嘅。好啦，莎莎去看一下，今年呢度吼，銅鑼停出嚟食嘅東西咯。好，莎莎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，今年呢度銅鑼煮定嘅食材咯。哇！tomato 呀，叫做牛番茄。哦。靠太渣嘅。對耶，原來銅鑼要倒閉。你不要再給我 Q 到銅鑼燒了，以後 Q 牛番茄好不好？牛番茄，呢度銅鑼就買就咩？牛番茄。對，好來分享到幾位中央嘅牛頭媽豆嘅牛年，分享到嘅係車東鳳車太哥。車太哥你好，來，哇！喺頭媽豆嘅部分啊，喺度銅鑼種啊，其實講太簡單做唔種啦。而家做講喺他木控有部分喺度種咧，做喺講喺度提倡無毒食安。啊，喺講你某些又會發好種毛蟲嘅會動到嘛？動到。咁用嘅啥？就變成用生物防治法，就生物防治法就是生吃啊，生物。哦，看到又衝啊，那是走化都一樣。對，以後寄給你吃。哇，難怪銅鑼的各位都身體強健哦。他們都生物防治法嘛。其實即係有種就是研究冇唔錯啦，佢講咧講喺生食部分其實蟲係識蟲嘅。哦。用天敵嘅方式蟲係識蟲嘅。一般用慣性農法係用農藥。
我用的话这边讲，我用苦柴油泡，冇做辣椒水，用安尼方式，尽量冇用农药，防止也就虫害病害。好了，可以还有带了吗？后聊的抢台感哦。哇，哎，这个是在南部那对，人边吃的家水入。名的哦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姜汁牛番茄嘛？嘿，就一般的迄种的tomato就切好，佮做用来煨嗰种的姜麻，佮煨了特油。伊边呢，像一般煨按的说法就是讲啊，一般 tomato 係算冷帶嘅東西，對味冇嘛好。嗰種有人就想講，哦，記住用來姜麻，用姜麻用來冚水落，然後嗰煨 tomato 加啲特油色，食落去就唔會講香啦，因為姜麻係較悶嘅，就唔會香啦帶。嗰有人嘛想講，迄個講，迄個路本身迄個唔好上色嘅話，記住係煮熟來，煮熟來嘅話嘛可以食。也會有茄紅素什麼的。哎，對，煮熟來 tomato 嘅茄紅素啊。因為本身就它富含茄紅素，抗氧化的成分嘛較高。哦，好，今日呢就那樣按站到有某些用的牛頭媽豆 Q 下來做鐵管的料理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。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一個牛頭媽豆呢，一般人也都拿嚟做頭媽豆醬，不過呢，係做變化出嘛，睇下冇上過嘅咧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頭媽豆炒卵，頭媽豆炒卵，小朋友最愛吃，太黏，誰知都好食。大家福下嘅 tomato 炒卵嘅梅是全冇強而且越平易近人的料理，越做得叫出太自家的思鄉之情。真的，我有談看一下，今日咱隨我們做嘅料理唔係咁簡單哦。今日我哋做嘅料理係 tomato 肉醬薯餅。薯餅，薯餅冇食過咯，到你喺呢個節目啱啱食過薯餅哦。好哦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哈！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咯！來，加油哦！好，大家一塊。好，稍微有那個錄嘅，乜嘅？那個錄同埋下面乜嘅？嚟。好。誒，做乜嘅？呢啲準備嘅卵哦，全冇強龍啊！給切架肉嘅嘅。哦，所以接着要吃下去。等一下，該地圍肚打開咧，會要少。呢條咩熟嘅啦？阿婆，請你維持玉婷上次幫你打造的這種恩愛形象。你會用嗎？你會用嗎？我請師傅幫忙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這是危險動作。因為是要選啊，很險。你哋喺度做乜緊？真係講那個好了，要批濃體偏濃睇皮啊！哦，那我問一下阿婆，這個做法是為什麼？嘅片軟軟咩？好啦，上，阿人轉係啊，係啊，係好啦，好，細火送就從台你要火小心，那看不到火，但是很多火。冇，合浸嘅火，浸嘅火，有邊個主管香啊？有邊個主管香啊？有邊個主管香？有邊個主管香？嚟，你用咩愛人燒呢？那個片軟軟啦，用咩？片軟軟。片軟軟咯。好過唔好温雜啊，好夾地喂。你要燒幾多隻？2隻嗬。嗌來。誒，你阿婆芒罐哦。熟下去都好冇啦，啦，較夾地喂。好了，那你做得切嗎？做的。對，好，做得切，好了。聲音哦。唔是熟都暗淡。好。聲音。你們兩個妹妹，你的這個拿法會掉吧？妹妹其實你也很怕，對不對？被發現了。因為他拿那個噴槍，竟然用2隻指頭這樣拿。好。阿婆，我記得有烏要灌氣嗎？好。吧。那有糊呢？叫有皮薄貼，安做得嗎？做得好。灌火哈。哦，結束了。哦，這樣夾擦單嚟白白啊！可以了。浸水啊！哎，其實對玉婷來講也是一種解脫了。來睡。來，唔要吃只白，雞本拿來。你這比基米還比基米。哦，就像被燙傷要。不用等。它就會脫皮了。沒有，真的啊，這樣道理是一樣的。鬆脫泡蓋送了。沒有。好 ，OK。做得冇玉婷。做得。好。玉婷挑。拖得好完整哦。還有一些的鹽吧。好的。來，媽媽。好。出來記。好，我們等下都準備哈，加油。
来咯来咯。哦耶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看一下看一下，现在是按照薯饼哦。哎，地板又买个东西，薯饼。这个加好问地瓜有日本的面粉，面粉、然后还有奶油、奶油、砂糖。所以你要先煎过，重新配安样的啦，因为你冇烤箱用配的感觉安样系冇？系啊系啊，本佢配到安样要它膨胀。膨胀嘛，啊你要加乜嘅？膨胀之后，我们等一下要包它炒的肉酱。哦，重新口袋边安样有点类似。同學，对对对。本身頭牌係到台北做頭路嘛，然後加好係到內島做頭路，是頭路。在澳洲做面包。哦，基隆三號為到爸爸的抗氣，為到要照顧爸爸，轉去故鄉，回到苗栗這樣子。哇，真的哦！啊，加種問一下，應該有醬係嘛個醬？ tomato 嘅番茄糊嘅啊，番茄糊。哇！所以等一下做起落一個tomato 嘅味是會好沖。會看起來會較醬。嗯，那這個呢就是一般的 tomato 的醬。嘿，哦，你們來比賽很用心哎。好，我們先過去那邊，因為我們遇到強對手了。對，我先去救一下我那裡。對，妹妹，現在在做什麼？喂，佢就切 tomato 啊！啊，等一下個 tomato 嘅皮香愛嗎？唔可以咧。唔愛的哈。安有現煎卵啊，現炒 tomato。啊，先煎啦。哦，啊 tomato 有現炒過嗎？哎呦，等下炒過，佢唔是同皮。阿婆，你用袂自己安樣嘅咧？係啊。阿婆在家裡那個玉婷妹讓鄉下天手做出來係嗎？雖然你冇很皮，其實冇做完，很皮其實我做啦。阿婆，我再講一次，給他留一點這個顏面。搞男朋友忙咖哎呦，係啊。這個番茄炒蛋家常菜，等一下會阿婆煮呀嘿，玉婷煮。叫做電器煮啊，阿婆煎肉的啦。窮下炒嘛。我要講呀。你袂行，你上台講話唔會行，結果炒菜無行。係啊，跟時間都冇講過行。排泄吼。你用排泄。哎，問一下阿婆，用冇冷煙咯。問一下阿婆，你做的這個番茄炒蛋嘅卵吼，係像有啲我做的像芙蓉蛋，也係做煎卵，也係乜嘅？啊，我做煎煎咧，較夾個以後食到香。都有哦。阿婆也愛加幾多誒？誒，加解先啦。一邊圓，咩？一邊圓。均勻，潤。哎，這是最好的教學啊，最後的。阿婆在家裡那個玉婷妹讓鄉下天手做出來係嗎？雖然你冇很皮，其實冇做完，很皮其實我做啦。阿婆，我再講一次，給他留一點這個顏面。搞男朋友忙咖喱。係啊。唔怕啦。你當然我等一陣讓來天手啊。這家不用做的。做的。但是這樣才看得出來祖孫的感情動喉啦。要加水嘛？你們當兵嘿。很忙。排泄。唔該。很緊張哦，還是當達人比較好。好，咱天天從嗰啲狂改片好咧，我音樂很緊張哈。哦，排泄。東鄉哎。你要做啲整下是地群了嗎？做得嗎？你要做得行嗎？哦，這個可以吃嗎？那我們就各自分食嘍。就把它爛爛的。不要再逼逼了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哎，嘉豪，你要做在蛋強選嗎？這可以蛋就是直接就是這樣吃了嗎？它可以，我覺得可以直接平分了。平常還可以煎蛋啦，只是我們還要再加醬。哦，你要蛋嗎？那邊有自己養的。哎，嘉豪，該還冇問到，你這個麵粉是用高筋、中筋、低筋？裡面包的油酥是用低筋麵粉，然後外面的皮是用高筋跟中筋去混搭的。啊，你愛扭起扭哎，煮扭哦，煮扭係啊。很有創意耶，真嘅。你一套菜係馬上上出來呀？好，一牙老講，只可以來一片嘅，就想講，tomato 我用嘅最壓榨有時後色嘅東西，混弄人家生人嘅色都覺得很有趣，這樣子。哦，因為你不知道我們的評審都在給年齡到哪裡，對不對？年齡。哦，所以你們是報題了哈？不用。其實有點類似那種印度抓餅的感覺。哦，好，那我們就先來倒數咯。好，倒數咯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支持看下鐵管地度，乃部卡米西看好色嘞。
两家呢都有某个创意，这真的可以说是传统然后创意的大对决了。哦，好，好，来吃吃看我这个有阿婆有妈妈又有孙的米口哦。真挺好吃。哎，真劲好吃哦。而且这个蛋煎的好好哦。那小王还没有因为还是个小盖盖二哈，哎，对，所以它的蛋的那个蛋味好重，很好吃。要看么香啊？么香哈。哎，我同不可爱给搞。来问一下两位涮牙的师傅，对，它要冻香，然后乱吃起来又冻很嫩。懂嫩，甜的懂后。好，来吃吃看蓝队的。哦。哎，调味刚刚没看到，你挑一句干嘛的东西吗？就用白胡椒。哦，那个本身是有咸度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本身有咸度。我吃吃看那喽。哇，玉婷一口吃呢。你都加你选才比香就是。哇，哎，难怪在树边哈，用两种来做，它里面有一个内馅跟外皮的味道，还蛮香的哎。很棒，米酥皮厉害，按香味吼，搭配爱头马豆肉香落去当干面，吃了以后是来按的鲜头。哎，等下真劲好吃咯，那感觉个树饼哦，吃到地白度最后会有点奶香味出来，还有加落去该炒到该tomato 该酱，但讲是就牛番茄的梅西，对，还有那个刚刚讲的那个番茄糊跟百里香，叶梅西好层次好多。层次很多，嘉豪有满意吗？还行。因为今天没有烤箱。哦，本来是用烤箱，本来用烤箱效果会再酥脆一点。好，用煮多多懂咱们听众的时间到了，马上呢先来抢起师傅，上好设法抢本分数。好，好，等下考你了哈，都准备卢师傅。哇，各有勇带着，各有千秋。起师傅抢公平嗨。我想办法，今日的主题的 tomato， 我想办法，佮个 tomato 嘅寿司又煮出来。好。好，你下礼拜煮的时阵，你咪做咧了老牛红个搅的，搅好了，那个酱汁强下搅下，去使用梅头。粉较强下就会较甘面啊。比较更加分一点。我按摩头这一篇，想法是讲哦，其实佮个意大利肉酱，佮个番茄的做咧切下细地即，从个9层塔油啊，强下切落去。从绕该肉酱强下炒，佢给梅头油有更有层次，好不出来。你汉白应该表面做咧下，你跑到用煎的嘛，佮表面添下泡掉，是为口感好，脆脆安尼下好一点啦，哎。我自己是蛮喜欢吃那个厚厚的感觉啦，可能大家已经摸强龙啦哈。啊，卢师傅感觉咧，伊咧片吼又正下落去，又加咧番茄糊，然后个太酱料海一边咯，然后个温落去头马豆的梅头，还有加粉落去，然后梅头头马豆的梅头好冲，了后边就好淡一点点样子啦。哎，其实两片当传统的梅头，一边好创意的梅头，所以一本了创意的分数样子，哎。其实躺起来以后啦，就是耳边又响起了那一首《南屏晚钟之歌》。曾经最传的南屏，因为传统到创新哈，曾经冇办法比较啦。没错没错，唔过呢，其实咯，你就最有深度，两组都当好色，而且各得到1分哦。马上呢就来看一下一个牛头马豆卢师傅这边发出马4个料理搞大家咧。种葡素卤菜。哇，呢位卢师傅呢，去了好好嘅表现哦。叫咩菜名係乜嘅？今日做嘅tomato乳酪破盆吞，破盆吞，嘿，盆吞哦，哎。你这样，我们听视线的人会觉得你在讲这破什么东西？哦，而且雪菜，现手改雪菜哈，有枕头，好，洗天餐，还有培根，就是讲你今日tomato係用咧sauce，tomato 罐頭嘅一種嘅。哦，还有盤，其實呢一部分係一開始先做出來像你嘅燉飯咯。哦，所以那種燉飯用不去冷，地皮爆了起司，長落去混了麵粉啊、蛋液啊，然後麵包粉，然後下去鋪。你該不會也是要做酥餅哈？沒。你要好好做，因為我們這裡有西餐料理專家嘉豪。還有重串的哦。準備起始開始嗎？好，起始開始。你睇面係白香。哎，唔是咖喱哦，因為蒜泥，你看，應該壽司算準備好咧。
哦，还有蒜泥好香哦培根又油。有问题都在问哦哈。玉婷在要做把婆色哦。好，哦，寿司不用阿我妈姨。舅舅我，那嘉荣看得认真到嘴巴张开开。他真的很认没真有。比较可惜就是结婚了。用一滴滴水，滴水。一上了，伊也是这个吼，盘是阿姨，伊来浪盘，阿姨做像炖饭那样。师傅问一下哈，怎么改我尬熟呀？那一开始用比较稀的那种对吗？因为咱寿司冻该也冻尿啊，哦，就会加水啊，好，然后水每时到7天才不用下去。啊，你煮好了炖饭，因为酱料煮走落的时间会不用冷，好，所以啊你今暝时间的关系，要准备好咧，是上道了道。哦，是上道了道，去不用去冷，当做咧爆。好，好嘞。等下还有做嘛改？馄饨啊。馄饨啊。哦。翻腾翻腾。有咧起司，面滴滴起司，控到底袂毒，等下当哦，安用是不腌起来的。爆浆会爆浆。哎。这样会很烫哦，咬下去的时候。硬硬的哈，混了粉面粉，好面粉先混。过3关是不是？过3关。面粉先混，啊，个混得会软。带意。这个不是自己养的。哎。然后再用面包粉。面包粉。过就拿去炸。好。那温度呢？让阿婆讲一下。等下餐都会用160度。好，我跟你说，阿婆也没有在测温度的，阿婆都会用宽呢。喂，怎么那么快？你点出来嘞？嘿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要准备好咧，好知道了后，然后因好一扎，用好咧，等下你是做得来泡咧，好，那就160度。咁你调高温爱泡，因为你底部有气势，也袂爆开来，所以天天中油温就做得，不要一点面包粉，全部加满的意思。阿婆你煮出来不用气死吗？其实有时候几个饭汤会有加到底。还是常常被孙子孙女气死。哎，对。好满的，好满的。后条哥有一点点起泡是做得嘞。哎呦，它这样没有盖过去可以吗？等一下做得小多边啊，因为底部的东西穿起熟的，哦，一盘啊，还有啥咧都穿起熟的，差不多好本去切是做得嘞。阿婆你煮出来不用气死吗？其实有时候几个饭汤会有加到底。还是常常被孙子孙女气死。哎，对。好满的，好满的。厉害呢！玉婷傻眼。公公哎，哎呀，公公你看嘞啊！同意了呀，酱料做得啦。好。哎，师傅问一下哦，假设我看摸该那个面包粉，去超市买王子面那一种吗？没做得，但是王子面好容易会抽火辣。你看，我们小女孩都想吃，你忍心不给她吃吗？对，但是等下一定会团抽嘅问题上就是啦。不是团不抽的问题，是猜拳肯定就输了。猜拳，哎，这个是生菜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一定要装点一下。啊，该下师傅你炒该酱哈，可以简单跟大家讲有加什么？没系姜蓉该呀，头马豆酱啊，就啊该头马豆酱，哎，姜蓉的头马。番茄切丁，哎，该是挑梅。还有用滴滴个，要切掉蒜头啊，然后葱头下去。哇！两红토마토猪肉好盆吞。按钮就好食喽。送什么？想问什么？好了。好，先出题目。来，种的方式啦，是tomato做得得到好多的肉。A. 太香咬下去 ，B. 给切到细细。哦，太对啊！这有差吗？不是都会生肉皮吗？对啊。好，先猜拳。马上猜拳。那你会猜拳？谁猜拳比较？哇，来，我们来比拳头大小。等一下。
阿婆，来，你看一下他的拳头大小，你看一下他。阿婆排泄了你看一下阿婆的头啦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啊，可以了。哎，黑猫？哎，没有。剪刀可以剪石头啊。第三条啊，好 A 还是 B 哈，好，比较偏 B。这个 B 应该做 A 啊。哦，希望我可以 A++，所以我们就选 A。好，好，所以答案係 A 也係 B 咧。答案係 B。哇，咁我做乜嘅根本大家去拍。因為咧吼，切風薯啊，會控到토마토的細胞壁地位度，而且토마토的時節啊，得到地位咧的茄紅素啊，吼會釋放出來，然後呢，好容易幫我哋的身體吼吸收，會得到好多的營養。哇，哎，你要問健身老師是錯嘞。來，啊，是的，你等下要講口感哦，一記80號哈。好，你们看一下阿婆的眼神，好，我的眼神。纯染剂。张博谦，你也是会想念阿婆，你那时候就隐秘共同阿婆给我子，你那个要不要？你真的很会说动我呢。献给阿婆。阿婆，今年用会做到从토마토给什么出来呀？黑毛哪里呀？想为什么？想那有五。博谦，你的让给阿婆。好了，那阿婆，可是你要吃的话，你必须端着这个盘子哦。做的啦，哦，做的啦，不是的啦。好了，猫山用他们先吃看看。好。哇！嘉荣哥、嘉豪哥。有 KNG 耶！哇！KNG。气死了 KNG。哦。胖。冰冻好食。本件些东西有冇暗好先啊？好啦，嘉豪哥、老太讲一下，刚公用版。颜值爆表。你说我吗？啊？香气逼人。哦，真劲。啊，加蓉嘞。擺樹後呢動上，然後做本牙洗，好起來做本牙洗人嘅色。哇！啊，徐师傅你吃到嘞？啲鋪度有杜河啊，當好食。啊，裡面就吃到一左右啊，幾個氣勢又走出來個天氣啊。真的，你要做本牙拉也是嗎？啱咪好做，啱就大堂本阿邊個朋友幫你做，你店嘅事未做得啦，好唔好？张博谦，好，准备了讲一下，长话短说。他刚才就是个个蛋包饭啊，个地包的东妹也是用这种番茄。怎么讲哦？蛋皮好摸个擦擦个感觉，用凉好来爆起来，它好好选。真的。下次大家放弃蛋包饭，试这一道，肯定好选。哇，可以了，感覺真運動針對位吼。好了，太感都會有好食到哦。魯師傅帶來這個是，他的把自己的死狗料理老太恰了分享，各位在豆腐卡迪度了吃周坤呐。唔過呢條前1-1，決勝負的關鍵就係最杯米一關咯。馬上來進行最杯米一關的挑戰。愛係太總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啲接力順勢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緊張嘅時間要到了，馬上來進行係料理接力賽。好。接力賽哈，就是主持人的順序嘛。我要提醒一下嘉榮哥跟嘉豪哥，因為你的隊長係張博謙，嘿，以後信心的保證，基本上不管幾多那一個棒次啊，都是贏家的保證。結果，新娘就冇比同豆就超誒。冇，第六賽就看節目哦。剛好看那幾集都是藍隊贏還是紅隊贏？哦，都有啊，都有平均啊哈。先看一下題目係乜嘅？好，題目係蠔油什錦炒肉絲。哇，插菜，好啦，冇運動事啦，哈，冇啦，其他都去好了。不難，我要請那個妹妹玉婷幫我們抽，妹妹等着。那你們要拍誰？我們誰比較厲害？嘉豪。猜拳。好。我很衰。你很衰哦。你很衰。我們就來驗證一下，到底有多衰？剪刀石頭布。真的。你有變手勢嗎？有變嗎？你比較慢還輸呢。對啊。沒關係，沒關係。好，這樣跟嘉豪先來。你等下選到的選哪一個順序哦？要動哦，好，好，你等下那題來，好，
2、3。好，弟弟啊，我跟你们偷偷讲一下，配合公切演哈。肉肉，刚好应该3號討論嘅細節，我就想說，反正2跟3好還好，絕對不要1，就是因為他們的切工真的很複雜啦。切肉肉加油哦，干嘛的？真的好，王一去，王一嘞，你要选哪一张？我尊重阿婆的选择，好阿婆不会那一张。妈，青菜奶煮好啊。好，青菜那种。不要这样拿。拿出来给镜头看哈。 3，第2屆。好，做对了，做对了，起到正了，起到正了。好，大家欣賞一下李榮莎尷尬裡面免得哈很尷尬的臉。好了，唔怕唔怕。有醒醒嗎？有。很大聲哈。哎，你李榮莎冇醒醒哦。我們是非常的老神在在。哦。馬上就嚟進行最班迷館挑戰嘍。料理接熱水，馬上就嚟開始。兩下你參賽者都已經就定位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你教哦。好，來，阿婆夾夾走。不敢靠近哈。对哈，我们还是闪远一点。我们还是闪远一点。闪远还是来我这边介绍一下。来小改一下我们的战术。你为什么不切肉？赶快切！我们的战术就是第1棒慢慢走，等一下第2棒都会接个走。快点啊！哦，時間夠1分鐘啦，夠1分鐘啦。可以，對。我切，你还是得面对肉的。系啊，你用个生切的，你用个生冰。等一下，假使有时间，俺会切开哈贡啊。猪肉肉。哎，我们猪是整块直接下去的哦。猪整块。来啊，学姐帮你拿，来，猪肉拿出来。哎，看我牺牲很大哦。哎呀，我想用先切哈贡好嘞。帮你拿出来，赶快切。哈贡我先切了。猪肉先切吧。款来切猪肉哎。嘿啊，反正切丝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用那种尴尬脸看我。等一下，还是你先切葱啊？虽然矮那豆哥哈，不过我觉得他拳头比较可怕。到底要绘画多少？老爱讲叫我做乜该无强用，做无强用诶。你不能说，是我有点胁迫他，还是伯谦你这不能切？他用这个厚度要再细还是厚一点？走的。我们志在参加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还不错吧？很厚哎。他等下会再缩一点点吧？张老几，按你，来地，因为我们是要切丝肉丝。要用手对吗？哦，走的。你为什么要叠在一起？好夹啊！有吗？不用他切的。又不是豆干。好了，惨不忍睹，我先过去我那里。哪有？有没有可能的？你不要。对啊，阿婆说不定他第1棒就完成全部喽。啊，吃到阿婆等于扣奶第1棒就做完了。嘿，有可能哦。也可以吧。而且我们肉肉要腌吗？我腌过了。如何哎？酸甜。要什么？阿婆嘛，但是你都做在去咖喱下周锵锵。阿婆你安利好哎。一上用每本咧，玉婷拍到第3屆，因为阿婆第1屆做睇咧。玉婷是周，我们特例玉婷应该做不到任何事情了。阿婆要切嘛？還有啊，我 BB 我冇片肉，你會啲睇啦？我冇片肉。哦。阿婆作為你們2個，你可以是煮飯㗎，你用嘅師傅都蠻用出來，對不對？阿婆，你不是只有對玉婷這麼兇哎？係嘛？咁樣冇超波啦咯。嗱，叫我芒姐。酒嘅，所以你用炒好撩魚落係嘛？哎呦，對。哦呀，還有盤呢？然後盤都不用撩魚落哈。對哈。阿婆，你是不是冷面笑匠？其實你很想笑，對不對？笑不出來。因為你剛才一開始對決的時候，那個 pose 擋在你家。啊你呀。阿婆，你一直顧那個也不是辦法。咁樣咪冇深入過呢？有如何誒？有係啊，有哈。你下用吧。啊，B 片啊。哦，你。阿婆嗌嚟接住。好。來比標一下好冇？因為要用嘅切法要用。馬個事情，要你請用嗎？停，要請用啊。等一下。哦。一三一昨天的，一三一昨天的。好，時間到啦，你仲在做呀？要弄冇？
唔得做咯。来呀，落，咱落鸭肉嘛，的煮好，鸭肉嘛，看两只，切两只的煮好。阿婆，你不是只有对玉婷这么凶哎？系嘛？干肉啊，肉袂出火啦咯。辣椒芒切。哎呀，你说我系讲讲你骨干肉时候嘞？啊，不行啊，还有2分钟是枸杞辣的，椒哈，辣椒有切哦，要去籽吗？pan了，喂，那冇，唔会啦，看你怎样啦？ pan了那不能中啊。大大。哎有瘦哦。我有说过哦。哎呦，收过。来，姐姐你站太远了。这还那么深，师傅你都会紧张吗？该要给实景加，我把葱白放进去了吗？葱拍啊，葱拍做的，好，葱面目标，好，他们都很爱吃这个。来来，葱拍时候哈。对，有特色的会好，有一些特色哦。好，先不给你瞧一下，我就先烤干片哦哈。肉个要必熟。一道嚟先炒乜雞？誒，肉絲。你阿馬上切緊肉凍好看啊？一姜啊，你切的一姜，我忘記有練過係嘛？呀，按台地啊，意醬啊，按台地啊。哎，該片冇切到那魚來了，因為我們不要吃那麼多肉，我們量是有抓過的。哎，該下吼，教中和教來切該哈貢呢？哎，用半切。他說對半，哎用為什麼要對半啊？哦，我按你看起來較大啦，哦，較料較大，就說我們的分量還就算過哎。那這個是什麼？你阿媽改？粉腸。粉腸哦，什麼改有加粉腸啊？我阿母卡色呀什錦，我加呀，我爸爸好色呀粉腸。哦，粉腸。還有乜雞？蠔油係啊？哎，蠔油等一下。哦，誰？提三招的準備了哦。嗆一下頭油哈。耶，提三，我马上个人接往哪个？好，个人先炒，再炒一下，这个多一点。好。Oh my god！我跟你讲，哥哥就是用这个料理找到老婆的，算是这样讲的吗 ？Hello，学姐回来了。用英文吗？对，一盒哈。哇，好香哦。哦，是不是因为加蓉炒的关系？对。现在是加蚝。哎，辣椒等一下长了扁哈。啊？这一块要干嘛？摸大宋。好厉害哦！该下个挑美食就给它投入到蚝油嘛，还会干嘛干嘛？不用。啊，你熟了呀？那我们4个味道，是吗？哦，焖一下吗？好，我们先过去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。哦。哇。哦，看起来長多咧。不用解釋偷油落，不用解釋偷油落，偷油同偷油搞冇中央。海鲜哈。你要倒的时候倒锅边，上面有7条。你像温度可能唔哪夠哦。最大，一直最大。偷油拉毛。偷油解釋的嗎？解釋的。西锅边，你先試整了，锅边放到锅邊，等下拉先醬米頭，拉先醬米頭，吃米頭，你要素質先醬米頭，素質，金剛啦，金剛啦。阿婆啦。叫降少啦。用下嗎？一啲嚟煮好誒，做得咧，一行。我做对了呀，按我們的好溜。按差不多咧哈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吃可能最杯米館，奈布卡張係你嘅泰中普咧。哇，這度你出來講正經咧，本人感覺到很像客家小炒。哎，凍醬啊。對。你自己好是嘛？個東西和我再加進什錦裡面。對，試試看我們的吧。阿婆給米頭哦，看看阿婆煮不樣色，而且師傅們阿婆的煮出來嘅料是還蠻用出來哦。我再強調一次，哎，不理會我。一直施壓。哦。剛好吃，用的又比較多哈。你們覺得怎麼樣？嘉榮嘉豪哥？有我阿婆的米頭。有哦。哇，也認清了是不是？嘉豪覺得凍醬叫阿婆做的東西啊，那嘉榮感覺嘞？有我媽媽的米頭。哇，等一下，你們不是兄弟嗎？你的媽媽是他的阿婆？沒。哦。哎，凍好些的，真的有家裡的味道。生意然後吃哈。
有满意吗？玉婷？如果有一碗饭的话，就会更棒。就会很卡好哈，真嘅能感到。好真呢，大家都好哦。暗示噻。哎，好了，不是南区嘅可能咯。好，那就甲还有甲哈贡哦，大家是之前做那些皮款哦，请定动向哦。哦，好香哦。嗯。嗯。cái dương nhúng phải ăn hồ xịn không phải ngàn ngàn哦，係嫩嫩嘅。你感覺特項嘅食材又像炒到肚好，因為越南行哈會糯糯硬硬味，還有味道未挑到凍好。崔蘭姐，你照樣買。啊，所以我只米土較貼氣啦，所以就安尼，唔可以講當肉當不分嘅。嗯，做對的，伊會後生嘅安尼，伊會煮。伊會煮，阿婆講唔會煮。哇，安子誰？是誰？玉婷知道誒？係知道係用嘅，因為安尼有白膏，故所嘅米絲會較香，佢就較無暗香。哦。係啦，人家看有阿婆的米頭，對不對？嗯。剛好講看，自家做嘅，楊半興。因為我們當初知道好友什錦炒肉絲的時候，是設定說它可能是一個蓋飯其中一部分。哦。對，所以在結合一個蓋飯的概念上去做這道菜。啊。嘉榮呢？思考這個時候，除了配飯以外，就是希望說它吃起來會，就是我會想你。我想你嘅米頭啊，安尼。那感覺我就做起來要，好甜一啲啲，所以就是會覺得比較好，就像有點像剛剛講蓋飯啊，這種凍飯日式的感覺。真嘅有想到你哦，都好食。哦，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齊師傅兩下都會思考，搶分數。啊？唔怕，兩下看一下，陸子明、陸師傅。如果安喲，看看你左手邊的拳頭，拳頭已經露出來了。再想想你打的分數。好啦，其實我們講看，究竟到底還有可以加油的地方。其實沒有啊，咱冇本兩片去改強鹹點的啦，還有一點是改油軟，你做得先炒過，撈改肉強下落去炒，佢嘅香味後邊能夠出來，是正炒到安樣甜。啊，兩片呢？一步一步落去炒，正炒到上可以寫炒個油，唔該油嘅梅頭真緊油不咪炒出來。是正炒到安樣甜，兩片都做到凍好啦。可是我電腦反而覺得那邊好鹹一啲呢。可能口味冇強濃。啊，陸師傅嘅想法係嘛？因為兩菜按係什錦炒牛絲，但係記到兩片那邊就配料其他嘅東西。多到比牛絲好多嘅，配比嘅問題啊，因為主角嘛係炒肉絲啊，配料係什錦，因為配料嘅搭配嘅問題，所以呢一片係牛絲，後單純還有嘅用嘅香味，學加起來係當傳統嘅梅頭，呢度係想嚟表現有創意嘅梅頭，但是嘅配比要注意，呢度蝦公啊、油啊、呢度茴蔥啊、呢度加起來，嘅材料多過。重要嘅地咧，所以呢個比例嘅問題要注意。其實啊，基隆沙街下就講哦，其實兩道菜哈，是他爸爸特別好食嘅這種配的食材啊什麼，所以其實他們自己也是做自己家裡面嘅美食，很棒很棒，很棒，動力哦，好啦，今日成績已經出來，唔過講真嘅呢，哈，在我們心目中是冇乜嘅素養，因為呢，用家婆記做嘅料理各有自家嘅特色，因為真嘅阿婆做嘅傳統，加好老家人哥也特別做嘅具有重情嘅感覺。好，所以呢，今日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3000元呢，不管打出件哪邊都獎學金，給玉婷還有阿婆了，恭喜！哦，你阿咪凍好。你們走在大轉幅下哦，是加種哦，你係多功能蔬果刨切組，你係可微波嘅不鏽鋼便當盒，你用住哦，送給你哦，剛好就30個，好不好？一人一個，謝謝。好啦，先請春蘭阿姨先老大家分享一下，要不要參加心得好嗎？你也都會參加吼，增加知識吼，感覺以後又甲師傅也嚟做啊吼，甲伊道新鮮的菜，有成就，有好料嘛，有，能擺過來啊吼，好，恭喜！
来，玉婷帮你好好讲一下，你把毛球用的成本来哦，要打头名，让大家分享一下。上摆是参加达人，过下摆是去甲煮，过你就知道心情好有无动无强用。过阿婆学到的按度，佮他转去有较多的菜色做的煮本来食的。啊，你可以很阿婆来喝呀。你的目的性太强烈了。对呀，而且你看，你们今天得到加菜金，我们2个哥哥就没有拿到了，你要好好赔罪一下。没有，我会多去那个南苗市场买甜甜圈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好，聊下问一下，其实真紧动难得吼，利用橡皮圈做4副吼，先问一下阿哥好嘞。哥哥先来讲，刚好哥，你今年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吼，来我们节目有嘛感想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，还有什么心得，做在老台家讲？实在懂报，懂后告，最近懂报。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跟弟弟一起参加，应该很少。现在出社会以后，动小日按用的技术有用啥穷下煮出来哈。我们大约有10几年没有那么热络，没有这么热络了。因为我们都其实看得出来，刚刚有点尴尬。分隔海外嘛。没，因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，我也摸喊了哈。啊，今天来到我这个节目，也把我觉得带来动到海上的创意，加落去该踩地维度，也让我们吃到很多口福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两下问一下吼，就是一直让我自叹弗如的大荣哥吼，让大家讲一下，今天来参加比赛有嘛感想，然后心地做咧让大家分享的。阿爸阿妹，哥哥来呀一家之主的节目哦，基本上啊动身起啦，有好多用来做呀。好食的米汤啊，即个又来练习啊，嘿，同欢喜啦啊，根本呢，有呀礼物啊，在当中去本看哦哈，啊，投鸦片哦。你看，家拢够是安用吼，第一梁山吼系真紧味道吼，爸爸妈妈转去故乡，就是为家乡也付出一点自己的专业。因为看到吉良山啊，真的会看到小时候记忆，仿佛他们的脸上出现甜甜圈一样。因为家父卡米头就是给人家幸福的味道。有没有做在安用？有转来呀，特别因为爸爸妈妈转来，真的都讲究千倍哦，讲倍哦，第一句还叫爸爸妈妈这样子。对，真给你一家之主，色彩又好，福气又好，这食到阿婆啊，又这食到安用天天推上，你有冇用形式做法的料理，真嘅都好菜。故说呢，观众朋友你一定要来参加，因为呢参加素养没问题，最主要嘅呢，做得学到新的厨艺，所以呢你的厨艺就会更加增进咯。係啊，我呢個節目最好看素材是哦，因為我做啲看到當傳統嘅客家料理嘅做法，你做啲看到後生人做創新嘅做法，互相交流一下我會蹦出嘛嘅新火花哦。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挑戰，強下來互相交流咯。唔錯，一家之主呢，就等待大家強下來挑戰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拜拜。